AJ1 紅黑配色，傻下先。哇 AA 加！今集同大家一齊拆穿欺騙全世界超過40年嘅禁村大話。點解明知係噱頭都仲要撲去買呢？仲會介紹當中嘅傳聞同埋真實故事。另外仲會開箱一對真正嘅元祖型號波鞋。最後仲有彩蛋，講翻我點樣對付一啲假 OG 類別嘅 AJ。行運成個有尖旺，原來得呢間先有得買，但係網上有買嘅喎。着住芝加哥去買紅黑配色禁村，今日終於有收穫啦！近排出咗咁多靚鞋，有 AJ11，有 AJ3，我都唔買，就係為咗呢對鞋，留翻啲高塔入呢對啊！想知點解佢會咁特別，我一定要買，咁就要睇落去啦。睇片同時請俾多啲支持鼓勵我啊！訂閱、讚好、分享，歡迎嚟到蝙蝠俠的異想世界，我係布斯啊！等我同大家一齊潮流怒喝啦！全黑霧面設計嘅鞋盒，立體 Imagine If 嘅字，仲有拎面黑色交叉，同埋紅色交叉都有啊！新鮮滾熱辣，開嚟睇下先。鋼印、Nike Tick 嗰啲唔使講啦，直接講對鞋啦，正啊！呢對鞋有兩個配件嘅喎，即係總共有3組鞋帶咯，可圈可點嘅交叉，紅色鞋帶、白色鞋帶，仲有原本嘅黑色添。哇！睇下個鞋型，睇見都流口水啊！等我仔細再睇下先。拆咗盒嘅鞋帶，呢個鞋盒咁特別，似乎大家都好重視喎。但我唔小心整爛呢個鞋盒，我都係唔留啦。講翻呢對鞋嘅質地先，個大剔係粗紋荔枝皮嚟嘅，而黑色嘅位呢都係荔枝皮，不過係幼紋嘅。中底呢望係白色嘅，但係其實有少少 cream 色嘅，我覺得。相傳係有2個版本嘅，另一個版本黑色嘅位呢都係粗紋荔枝皮嚟嘅。計我話最殺食都係呢個交叉。OG 鞋舌 Nike Air logo 呢個緊要啊，又要手鞋窿啊，8個鞋帶窿啊，仲要係大剔，呢啲先叫 OG 噶嘛。左腳鞋舌背面有 Imagine 呢個字，而另一隻呢，睇睇右腳，大部分都一樣嘅，不過呢個位呢，就有 if 一點點問號啦。再睇埋鞋窿入邊，睇下呢個位有紅色交叉仔，亦都有白色交叉仔喎，真係好多交叉仔喺度啊，都幾有心思喎。而另一隻鞋呢，都係一樣喎，分別都係有白色同埋紅色嘅交叉仔喺度嘅，滿布咗鞋窿，配合翻個主題禁村啊。而兩隻鞋嘅鞋窿側邊呢，係有呢個日期喺度嘅，摸落去仲要立體嘅，突出嚟嘅。右腳鞋墊呢，係有呢行字喺度嘅，即係 MJ 被罰嘅日期啊。而另一邊呢嘅鞋窿側都係有呢個日期嘅，配合晒個主題。而呢邊嘅鞋墊呢，行字又唔同喎。意思即係話 Nike 喺84年9月15號創立咗呢對革命性嘅波鞋。我哋睇睇個鞋帶頭，一邊呢係有 if， 而另一邊呢就有 Imagine 喎。其實大概嘅意思呢就係，如果當年呢對鞋真係俾人禁到完全出唔到街，你估而家嘅波鞋文化會變成點呢？嗱，大家仔細睇下，真係幾有心機喎。睇埋白色嘅鞋帶，一樣都有呢個字喺度噶。呢款鞋總共有3組鞋帶，3組鞋帶嘅鞋帶頭都有 Imagine If 呢字字。大家又覺得邊款鞋帶會襯呢對鞋多啲呢？紅色、白色定係黑色啊？由於時間關係，我已經穿好咗啦。我今次試下白色先，因為 AJ1 紅黑配色嘅通常都係襯翻黑色或者紅色鞋帶嘅，好少有白色。我今次就試下白色，大家又覺得點睇呢？官方定價港幣1099，其實外國5月頭已經出咗噶啦，不過唔知點解香港咁遲先出啊。外形方面採用咗原汁原味1985年嘅低筒 OG 8個鞋帶窿，仲要係大剔嘅。而整對波鞋最震撼嘅就係鞋踭取消咗飛翼 logo， 真係可圈可點啊！取而代之嘅係一個光面交叉 logo， 唔知各位師兄會唔會介意冇飛翼 logo 呢？定係會俾佢個交叉吸引到呢？如果呢對鞋係高筒嘅話，我諗未必會買到啦，應該會俾排隊黨掃晒。畢竟 MJ 喺80年代冇着過低筒版 AJ1，究竟當年發生咩事呢？點解咁穿呢？影張新龍翻嚟再講。話說1984年9月15號 Nike 就話自己整咗對 AJ1 出嚟，同年10月18號 MJ 就着咗紅黑配色嘅 AJ1 出去打比賽。
但係就犯咗規，因為當年嘅規矩，着上長嘅籃球鞋，配色方面係有嚴格嘅規則嘅，全對鞋嘅顏色係唔可以少於51%係白色嘅，而紅黑配色咧就完全犯咗規啦。結果當年就被罰，所以就有禁穿呢個稱號，足足罰咗5000蚊美金。所以點解 AG1 紅黑配色喺大家心目中係咁 OG， 同埋每次出身都全城瘋搶嘅？我講緊係高筒啫。可能大家覺得件事好不羈、好叛逆，真係好型啊！被罰都要着。雖然係有呢件事，但係其實佢當初唔係着 AG1 嘅，呢個只係 Nike 嘅廣告，將件歷史事實作為噱頭去宣傳新出嘅紅黑版 AG1 啫。其實佢當年穿着被禁穿嘅鞋係另一款鞋，都係紅黑配色，同 AG1 好似嘅，佢就係 Airship。我叫佢 AG0 啊 ，Nike 玩轉商業營銷嘅一個美麗大話，唔知係咪曼德拉效應，搞到有部分人誤以為佢着嘅真係 AG1，咁大家都會估到我嚟緊嘅係要開箱邊款鞋啦，就係 Nike Airship， 即係我心目中嘅 AG0啊，不過唔係 OG 紅黑配色，呢對係 Armani 聯成 Nike 嘅 Airship， 哇個盒勁靚啊，有個 A 字啊，仲有呢個結構說明書。呢對鞋我買咗好多年噶啦，一直都冇時間同冇機會開箱。哇！呢個亞特蘭大奢華嘅 AMM， 佢啲產品包裝都靚過人。我手頭上呢對就係黑白配色嘅 Airship， 聯成 AMM， 指定動作索下先，正啊！哇！你睇下鞋底都發晒毛啊，擺到搞咩啊？呢款鞋2023年10月推出，官方價140蚊美金。睇下啲配件先。分別有3組鞋帶嘅，仲有個匙扣喺度，真係好有 feel 啊！但係大家覺唔覺得呢對鞋有啲怪怪地啊？因為佢做咗超舊化，睇下個中底，哇，黃到咁嘅，唔係擺得耐啊！佢真係咁噶，幾年前好興噶，貫徹咗 AMM 嘅產品，用咗頂級嘅質地，白色嘅靚皮嚟噶，個黑色剔咧係勁滑嘅麂皮毛啊，好好摸啊！呢個位都係勁滑啊，個中底真係黃得好出眾。當年有好多師兄要喺坊間買嗰啲專登搽到黃色嘅，大家有冇做過呢個行為啊？呢對鞋唔使啦，黃到有污漬咁樣嘅。一般嘅 Airship 咧，官方價都係比 AG1 高筒低嘅，而且佢整對鞋個鞋型咧係比較圓潤啲嘅，驟眼睇落真係好似 AG1 高筒鞋咁，但係睇真啲係唔同嘅。最重要佢絕對係冇飛翼 logo， 係得 Nike Air 呢個字嘅啫。聯成嘅當然有呢個 A 字啦，即係 AMM 個 logo 啊。鞋尖咧就有飛人 logo 喺入邊嘅。睇下先，真係呢款先係咁啫，平時嗰啲唔係噶。大家諗下，話明 Airship 係 AG0 啊嘛，都未有飛人 logo， 所以呢款鞋先會有嘅啫。好彩喺入邊嘅啫，如果唔係冇人買啊。我哋睇埋鞋舌位，蝦肉色嘅，睇下個 tag 有 AMM 嘅字喺度噶，呢邊亦都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留意下拍賣網，而家好可能係低於原價噶啦。睇埋啲配件先，仲有2種鞋帶啊，一款係污糟色，襯翻個中底，另一款就係黑色。鞋帶頭又點呢？有啲細 A 紋喺度喎，咁多款都係喎。咁原裝純白色嘅鞋帶呢，個鞋帶頭都一樣，有啲細紋喺度噶。仲有最靚嘅匙扣啊，我嚟睇下先，係咩嚟噶？哦，原來係一個 A 字金屬吊牌，仲有個扣喺度嘅。呢邊就係 A 字啦，係佢個 logo 啊，勁靚咯。大家又會覺得邊款鞋帶好睇啲呢？黑色定係佢嘅污糟色啊？襯翻佢啲污漬噶嘛？抑或係原裝嘅白色呢？開估啦！嗱，成對鞋嘅配件喺晒度，結構說明書，仲有幾款鞋帶，最緊要個鎖匙扣吊牌啊！開估，我揀咗黑色，穿咗黑色鞋帶，大家又點睇啊？我覺得配黑色鞋帶係比較襯啲啊！鞋踭位個 A 字 logo 真係好靚啊，同埋好滑手添，中底泛黃得好緊要。別有一番風味喎，希望唔係臭味啦。影張沙龍翻嚟再講。其實 Armani 係咩嚟㗎？點解呢個品牌成日都同 AJ 聯成嘅？有乜咁特別啊？其實佢個名嘅意思即係 My Way 咁解，即係用我嘅方式啊。佢係一個美國頂級潮流嘅品牌，喺波鞋界被公認為質感之王啊，即係靚質地咁解啊。但係點解呢個牌子咁火熱呢？每次聯成得 AJ1 或者係 Air Jordan 其他型號都係咁搶手噶。近年差咗少少啊，始終鞋市唔同咗。佢一直咁搶手嘅原因就係，除咗質感好，係因為有黑人文化，同 AJ 一樣，佢標榜歌頌黑人同埋為女士平反。
主張和平嘅品牌。大家如果有睇過布斯以前啲片嘅，都知道布斯有好多 Air Jordan， 尤其是 AJ1， 尤其是紅黑白配色，可以睇多次。揾對 AJ1 Black Toe 嚟同佢對比下，都係紅黑白配色。呢對鞋啊，跌到幾乎好似垃圾咁嘅價錢，究竟係咩原因呢？數下鞋帶窿先，5、6、7個窿㗎。咁大家知咩事啦？睇埋個剔，鞋踭位飛翼 logo 係印上去嘅喎。整體呢啲皮革啊質地呢唔係上乘，但係都算軟熟，都唔係話好差嘅啫。不過呢，就係細剔同埋7個孔㗎，咁叫唔叫做 OG 呢？就揾呢對7窿嘅 Black Toe 低筒同埋芝加哥低筒，加埋今集嘅主角紅黑配色金川低筒嚟做個對比，大家又點睇啊？呢3款 AJ1 配色都係紅色、白色同埋黑色，被稱為 AJ1 OG 中嘅 OG。我講配色咋？咁第一款係紅黑配色，咁點解會有 Black Toe 同埋芝加哥嘅？剛才咪講過咯，以前 NBA 比賽規定咗要有白色超過一半，所以 Nike 咪推出咗芝加哥同埋 Black Toe 咯。咁 Nike Air Force One 同埋燈係點嚟噶？佢哋同 AJ1 同埋 Airship 咁似嘅。1982年 Nike 推出咗 Air Force One， 係技術嘅鼻祖嚟噶。佢首創咗內置 Air 嘅技術，然後伸延到 Airship， 之後先到 AJ1 嘅。咁但係點解 Nike 燈籠又咁似樣啊？因為佢同 AJ1嘅設計師都係一樣，都係 Peter 仔做嘅，所以輪廓係好似。佢嘅誕生係因為要大量供應俾美國大學聯賽而大量製造嘅。咁坊間仲有一款鞋好似樣嘅，叫做 AJ1KO 咁話。嗱，呢款鞋就特別啦，佢同 AJ1 幾乎一模一樣嘅，不過啲質料呢改咗用帆布，係為咗節省成本，將鞋嘅價錢減低，係用嚟打擊當年嘅假鞋。因為畢竟當年 AJ1 嘅熱度真係超高，唔係今時今日先有莆田鞋噶。幾十年前已經有噶啦。好啦，等我為各位資深 Sneakerhead 對付一啲非 OG 7個窿嘅波鞋，作為彩蛋嘅終結。